喺我身後嘅位置就係拱北口岸啦。喺拱北口岸15分鐘嘅車程嘅位置呢，總價100萬竟然可以拎包入住一套正裝修嘅3房喎。話咁快，我哋就嚟到世紀城嘅示範單位呢度啦。首付10萬，總價110萬，就係呢套單位啦。連2地牌嘅添。好，視頻裏邊所展示嘅係80平方嘅3房1衛嘅戶型哈。好，可以見到窗口出邊就係我哋嘅法式園林小區，樓間距200米，而家嘅光線非常之充足㗎。層高3米，而家做咗封窗嘅設計。客廳開間4米闊，6人嘅餐位，旁邊呢就係我哋嘅廚房啦，包括中央空調，仲有廚房裏邊嘅電器。都係配齊晒俾業主噶啦。小區有直達翻香港與澳門口岸嘅業主樓巴，所以自己唔使揸車都得，每日多班次送到你翻屋企家門口都冇問題。